陈先生若休热哦，再带来毛去工作客囝，看会较好带无？轩轩真乖啊啦，我这个岁阁生出来都爱偷笑啊。那是查某，哪有啥物路用？妈，妈，这唔通烧紧啦，咱看着花啊，无要紧啊！啊，以前毋是拢安尼烧？这咱摕转来画就好。哎呦，你就是无毛去工作客囝，即句才会家一个人咧带囝，你捌啥无？你毋是甲我一个人带囝？